们来唱703首，我们的敬拜诗集703首，我神真伟大。这是现代的这个流行的福音诗歌，让我们能够照着这个上面的音乐，我们可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神真伟大。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伟大的上帝。尊贵荣耀君王，在全地之上，愿万民都喜乐，全地都喜乐。主你满有荣光，黑暗都躲藏，万民高声唱，起来高声唱，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喜在永在君王，从今直到永远，你从不曾改变，永存在天地间。你是三一真神，父子与圣灵，真神的羔羊，全能神羔羊，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你至上尊名，配受大赞美，全心歌颂我神真伟大。你至上尊名，配受大赞美，全心歌颂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体都看见，我神真伟
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感谢主，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他掌管一切的万有，所以我们当要看见我们的上帝超过我们一切的问题，超过我们一切的所求所想，超过我们一切所想象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他的恩典何其大！我们要看到上帝的恩典大过一切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唱683首，我们的敬拜诗集683，我们来唱何等恩典。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疫情的眼光中转回到上帝恩典的眼光中，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大过一切。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唱何等恩典。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
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感谢主，何等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再来唱621首，我们用这首诗歌来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百姓、为我们的社会来守望祷告。621首，我们来唱，我们呼求，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呼求，让我们同心合意的在主面前祷告。主，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不生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着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者的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唱的时候，也来为我们的国家百姓祷告，来纪念你。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里，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着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者的全能的
君王，我们欢迎你。愿我们的主作王掌权直到永远，我们的主在全地上掌权直到永远。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彻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者的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复兴者的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愿我们的神掌权作王直到永远，在全地上我们的神的名要被高举，要使万民来归向他。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哈利路亚！让我们常常举起圣洁的手来赞美上帝。我们最后来唱一首台语的诗歌442首。他掌管我的一生，已将关我一生。442。我们把一生交在主的手中，相信他全然掌权，已将关我一生。主公，万你的主宰，已掌管我的一生。虽梦有时我欠亏真多，伊犹原甲我伫地，予我出我入。拢免惊什么，因为我知有主做我靠，因为他掌管我一生，伊掌管我一生。我主我王，万你的主宰，已掌管我的一生。虽梦有时我欠亏真多，伊犹原甲我伫地，予我出我入。拢免惊什么，因为我知有主做我靠，伊会确会掌管我一生。我出我入，拢免惊什么。我知有主做我靠，伊会确会掌管我一生。
主我万你的主宰，伊掌管我的一生。虽无有时我欠亏真多，伊有愿甲我伫地。哦，我出我入，拢免惊啥物，因为我来有主做我靠，伊的确会掌管我一生。哦，我出我入，拢免惊啥物，因为我知有主做我靠，伊的确会掌管我一生，伊的确会掌管我一生，伊的确会掌管我一生。阿们。主确实会掌管我们的一生。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我们一起在线上守望祷告，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百姓，为我们自己的家人，为我们自己，我们在你面前线上祷告。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守望者，常常守望在这里，为许多的需要来线上祷告。主，你在天上也必垂听我们的呼求，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要施大能的手在这全地上，好让这些的病毒跟瘟疫可以止息，让全地的百姓能够再一次的恢复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面前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在约翰三书1节到15节。约翰三书的第1节到15节，因为约翰三书也是只有1章，所以我们要读整章的这样的约翰三书，从第1节念到15节。好，翻到我们请一起同声来念这个经文，或者是我们可以看 PPT 上面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念和合本的地方，我们一起念来。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上帝，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好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腓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醒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上帝，行恶的未曾见过上帝。低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名问众位朋友安。阿们。我们再来念现代中文译本的地方，
帮助我们能够对这一段的经文能够更多的了解跟认识。我是长老，我写信给亲爱的该犹，我诚心所爱的朋友。亲爱的朋友，我祝你事事顺利，身体健康，正如你灵性健全一样。有些信徒到我这里来告诉我，你对真理忠诚，一向以真理为生活的中心，使我非常高兴。没有别的事比听到我的孩子们都生活在真理中更能使我快乐的了。我亲爱的朋友，你要那么真诚地为信徒们做事，甚至对陌生的信徒也一样。他们曾向这里的教会提起你的爱心，请你照上帝所喜欢的帮助他们继续他们的旅程，因为他们为了基督的缘故出外工作，不接受非信徒的帮助，所以我们必须接待这样的人，跟他们一同为真理工作。我曾写了一封信给教会，可是那想做领袖的迪特腓不理会我所说的话。我来的时候要揭发他所做的事，他用坏话攻击我们，造谣毁谤。这还不够，他自己不接待外来的信徒，甚至阻止那些愿意接待的人，要把他们赶出教会。亲爱的朋友，不要学坏，要学好。谁有好行为，谁就是属上帝；谁作恶，谁就是没有见过上帝。大家都称赞迪米特，真理为他作证，我们也为他作证。你知道我们所说的话是真的。我还有许多话要告诉你，但我不想借着笔墨传达。我希望不久能见到你，当面跟你倾谈。愿你平安，你的朋友们都问候你，请替我向各位朋友一一问安。阿们。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还有听他话语的人。我想我们在书信当中常常看到使徒会跟弟兄姐妹问安，我相信我们也需要常常在问安里面彼此的这样的祝福。那我们最近在疫情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聚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透过一些的电话，可以透过赖的讯息，或是小组的线上的聚会，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问候平安。所以主里平安，我们的心里面安稳。所以当我们在问候平安的时候，我们要常常为弟兄姐妹来祝福，为他祷告，求上帝帮助，让我们弟兄姐妹都一同在上帝的平安跟恩典的里面。特别现在疫情的影响，所以让我们都能够一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的状况。虽然有许多的不方便，虽然有许多的事情必须要从头开始学起，比如说有的人可能要开始重新来学这个怎么样去操作一些的会议软体，或者是怎么样去在线上的聚会，但是这些都是我们一同要来面对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包括有很多事情我们需要从头的开始学习，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重新的经验，包括我们对这些的卫生，或者是对于我们的人际之间怎么样去保持适当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这些都是我们要去面对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这样的疫情仍然可以学到美好的功课。当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靠耶和华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这个是在尼希米记里面8章10节里面让我们看到，靠着上帝来得喜乐，不是我们因为外在的事情而让我们快乐，而是我们里面有上帝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主赐给我们喜乐，这个是世界无法夺去的，所以这里提到说，因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当尼希米在面对这些百姓的时候，他们的哀愁跟哀哭的时候，他们为罪祈祷跟悔改的时候，尼希米在那里提到说，我们要因耶和华而喜乐。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当中，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哀哭没有盼望的时候，很多人焦虑，或是很多人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从主那里来得着喜乐。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主那里得着那样的大喜乐，是从上帝而来的。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经文是在约翰3书，那一样约翰3书是只有1章，所以没有第几章我们只有第几节。
好，所以今天的约翰三书总共有15节的经文，但是在这15节里面是一个这个使徒约翰他所写给这个有一个对象叫该犹的这个弟兄的一个信件。所以当时的人一样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的有时候很方便的见面，所以他们必须要透过一些书信的往来，以至于让他们可以讯息的传达。特别我们知道使徒约翰曾经有一度被关在拔摩的海岛上面，但是他也在那里写下了这个启示录。所以虽然不方便去看这个该犹，但是使徒约翰他也写了信，然后交给该犹，让该犹来去读他信中的内容。从信中的内容我们会看到，该犹是因着有爱心来接待教会里面的一些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是不是有看到别人的需要？这是我们应当从圣经里面去学习看到的。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关注自己的爱心，还是能够去帮助别人的需要？所以 Bill Wilson 这样说，看见他人的需要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而且能够帮助别人的需要。当我们手上有能力可行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来帮助别人的需要，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所以我们需要用主耶稣的眼光来看人。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像耶稣那样的心去爱人的话，那么我们也要用主的眼光能够去看待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用主的眼光去看人，也许我们还会分阶层，还会分颜色，或者是还会分政党，或是还会分许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哪些是富有的，哪些是贫穷的。这并不是主的眼光。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用耶稣的眼光去爱人，用耶稣的眼光去看人。当我们愿意像耶稣一样去爱人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口里说我们要爱人像基督一样，但是我们是否是用主的眼光能够去看人？所以圣经里面常常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有的人有信仰，但是却没有爱心。耶稣常常提醒这些的门徒要注意法利赛人的教。法利赛人他们有什么样的地方是有问题的？其实法利赛人他们有信仰，但是他们没有爱心。所以耶稣并没有斥责法利赛人的教训，但是他却常向法利赛人的精神挑战。他挑战法利赛人他们所行的，他挑战法利赛人他们所认知的，他们甚至这样的一个认为说，法利赛人他们甚至认为说人是有分这些的圣洁或不圣洁的。好，那这些是用人为的眼光去看的，所以他们即使有信仰，但是是没有爱心的。然后耶稣却说，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并不是好像只有坐在一些高官贵族的身上才是坐在主的身上，能够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也是坐在主的身上。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耶稣的眼光来看待人，而不是用我们在社会上的这样的一个阶层地位来看人。所以坐在主身上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小事的。所以约翰福音17章的26节里面提到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坐在主的身上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小事。但是怎么样叫做坐在主的身上？主耶稣说，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也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当我们去接待远人，当我们去付出爱心在有需要的人身上的时候，帮助贫穷的人，帮助有需要的人，帮助软弱的人，激励他们，让他们能够重新再回转，这些都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我们的存在是上帝给众人的祝福。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上帝透过我们来祝福许多的人。他这样的祝福是给最早在亚伯拉罕的呼召里面，亚伯拉罕得着这样的呼召，他说，为你祝福的必然受到祝福。所以他也要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的存在是上帝给我们周遭人的祝福，而不是对他们的伤害。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我们的一句话或是一个举动，一个行为，也许那就是对人的一个帮助。愿上帝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言语行为，能够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那当然，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凡事要凭着爱心来做的。所以哥林多前书16章14节说，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做的全然是凭着爱心，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不是凭着我们的意图，或是凭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暂时的热情，而是要凭着爱心，所做的事情都要凭着爱心去做。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接待的事情，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这是在罗马书里面给我们的提醒。所以保罗也提醒我们说，圣徒缺乏的时候，当我们弟兄姐妹有缺乏的时候，需要互相的帮助来补足，而且客要一味的款待，如果有客旅，带客旅也是要这样的款待。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这样的教导，但是有很多人会看到一个事情是，也许有很多人叫做表面上做了一套，但是私底下做了一套。所以正直是什么？正直就是没有人看到你的时候，依然做对的事情。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即使没有人看到我们，我们仍然能够做对的事情，这就是正直。最近我跟师母有时候我们晚上出去骑摩托车出去的时候，有时候红灯，即使前面没有人，我们也必须要停下来。那这就是一个即使没有人看到，我们也要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事情。所以正直就是没有人看着你的时候，依然能够做对的事情。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仍然都能够做正直的事情，做对的事情。所以恩典不是只是一个口号，恩典它应该在我们的财务上展现在慷慨的行动。特别当我们看到有许多人在一些的生活上的需要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手中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慷慨的行动，让我们能够付出这样慷慨的行动。在家庭当中，恩典展示于款待的行动，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让我们能够在家庭当中能够来接待跟款待这些的客旅或是有需要的人。还有在我们的关系里面，恩典展示于饶恕的行动。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包括有许多的人也许得罪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恩典的里面能够去饶恕人。透过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饶恕人。我们真知道自己做不到，唯有依靠上帝的恩典。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恩典不是只是一个口号，而是能够实际上的行动。所以透过这些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约翰3书是使徒约翰晚年的书信，所以这个书信是圣经当中叫做最短的书信。这个书信是一个很短篇的书信，是写给一个年轻人，叫做该犹的这个年轻人。所以内容上面是称赞该犹接待客旅的行为，并且称赞底米丢的善行。所以这两位都是在约翰3书里面所提到有善行的行为。但是使徒约翰却提醒这个丢特腓这个恶状是必须要被提醒的，并且必须要去谨慎，不应当去这样做的。所以写作的内容上面和方式跟约翰书1书2书是相近的所以一般多判断是使徒约翰所写的内容。所以同时也可以看出教会里面当时有这样的一个争端或争议，是拒绝使徒的权柄，还有包括很多的在这些教会里面有一些叫做当时的教会里面有一些领袖，他们甚至不接受这个使徒的权柄或是提醒。所以这些也是我们现代的教会应该要警醒跟谨慎的。好，第二个我们会看到该犹是当时使徒约翰牧养的区域里面的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或许是在约翰的牧区里面他所牧养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年轻人传道人，他遵照使徒约翰的教训跟服事接待远行的传道人。所以当时有许多的传道人远行，或甚至要去服事，要去传福音，要去做见证。所以在第1节到第8节的地方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因此他极力的接待服事，使徒约翰称赞他，并且教导他怎么样做就可以。或许这个该犹他已经很尽力的去做这样的服事，但是使徒约翰说就是不必太过这样做就可以了。
好，所以思考的地方，我们可以来思想，基督徒彼此用爱心接待就是善行。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彼此相爱就是一个善行的举动。好，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在初代教会中，爱心接待也是一种普遍的这样的一种善行，但是也有人不接待远行的服侍的客人。所以在教会中专权这样的例子，在第9节到第11节的地方，所以这个丢特腓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这样的人会出现，或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使徒约翰用严厉的方式责备这样的人，使徒约翰的做法是公开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并且给予当时的弟兄姐妹作为警惕。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看到教会中除了包容跟接纳，其实我们也需要讲公义，有一些不对的事情、不对的行为，也需要被摊在阳光下，要成为一个警惕跟提醒。但是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在提到公义之后，我们也仍然要用爱来包容跟接纳。好，第4个，迪米丢这个人也是当时教会的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或许这个人也是一个平信徒，但是这个人也是被称赞的。使徒约翰认为这个年轻人的善行，不但众人要做见证，连圣灵都要为他做见证，众人也为他做见证。所以使徒约翰当时可能是因为行动不便，但是他仍然期待跟这些信徒一起来见面，所以他期待跟该犹跟教会的同工能够交通见面，所以写下他的期待跟想念，这个在13节到15节的地方。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想念当中，他们期待能够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在爱里面他们要互相的接待。所以在教会中，应该这是一个美好的文化的传承，能够互相的款待，然后接待远人，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功课。所以教会里面对于良善的事应该要多表扬，对于不正确的事情也要给予多的提醒。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能够成为使人蒙福的教会，能够成为祝福人的教会。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如果我们读完这一段的内容，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进入祷告。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祷告也来服侍许多的弟兄姐妹，特别来服侍这个世代，因为这个世代里面更缺乏祷告，需要更多人来关心跟祷告。那么我们请大家来看到我们的给大家的这样的教会的代祷事项跟事工的报告。我们为我们的主日崇拜来线上祷告，我们主日崇拜仍然都是用这个线上的聚会的方式、直播的方式，所以请我们为这样的方式来祷告，求主帮助，让我们的所有进行都能够顺利。为着这些直播的同工，我们也求主来帮助，给他们有智慧、聪明、很好的精神、体力来服侍。那我们也为着3级的防疫要延续到6月28号，求主帮助，让我们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礼拜，还有这样的一个工作都能够仍然持续的进行。我们也为弟兄姐妹的健康来祷告。那因为室内不能超过5个人，室外不能超过10个人，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要耐心跟等候。我们也为这样的事情来期待跟祷告。那第3个我们在端午连假的时候礼拜1也是休假的，所以也请弟兄姐妹在家休假，所以不要返乡那也请弟兄姐妹来祷告中纪念家人。那教会办公室的同工将在家休假到礼拜2来上班，所以如果有紧急事项，请电话跟牧师来联系。那我们也为着我们的直播的一些的其他的聚会周4的查经祷告会，还有我们的线上的小组，求主帮助，让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一起的聚会的时间。那我们每天早上我们都会拍摄这个每日灵粮的灵修的短片，那无论是国语版或是台语版，我们教会都有预备所以请弟兄姐妹也都能够来广发这些的灵修的短片，让我们一起来在这样的疫情的等候的当中，我们也正在灵修跟祷告，能够有时间，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美好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能够来看上帝的话，并且能够来思想上帝的话语。那我们因为儿童主日学我们的儿童所办的这个
这个音乐营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举办，但是请为儿童主日学的学生在家的这样的生活跟他们的生命来线上祷告，让我们在家的孩子们也能够平安，有上帝的恩典与他们同在。那我们也为春季的制服学院的活动已经暂停了，那求主来帮助，让我们的学员都在家里面也能够有各样的防疫都能够顺利。那我们也为神学院的下半年的新学期的开学新约导论，求主帮助，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仍然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能够来学习圣经的功课。那当然我们会用适当的方式来进行。那红本门徒暂时停止上课那求主帮助，虽然在疫情的当中，求主怜悯，让我们仍然不放弃所以请我们的学员也能够继续每一天的红本门徒的这样的一个课程，能够继续来撰写。那我们也跟着我们教会的读经计划，特别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周历手册的计划，那我们每一天都跟着来读经跟祷告。那我们也为教会来祷告，求主给我们更多加添我们的人数使我们能够来增长。我们期待能够今年有200人的这样的一个聚会，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这些事项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为我们的教会在你面前向你献上祷告。主让我们的教会虽然我们现在门是关着的，但是主我们在向着你是打开的。主愿你恩待我们，主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你恩典的当中。主虽然我们不能够实体的聚会，但是我们的心是连结在一起，施恩来看顾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防疫的期间，主我们仍然能够大得平安，你的恩慈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透过许多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方式，或者是透过线上的聚会，让弟兄姐妹也得祝福得帮助。我们为着端午连假里面许多弟兄姐妹可能要返乡回家的，主愿你都保守他们十分的平安，主让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假期的当中，主能够尽量的不回到家里面，能够来在这样的防疫上面，主能够尽上心力。主愿你恩待他们，主也保守我们的办公室的员工也都十分的平安。谢谢主，我们也为着教会的实体的聚会虽然暂停，但是我们仍然有许多的聚会都用直播跟线上的方式。主愿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无论是拍摄的或是被拍摄的，主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事工都能够成为对人有帮助的，使我们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主你也恩待我们的小组，各小组都能够更多的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并且能够来邀请弟兄姐妹在线上的聚会。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天都能够来领受这个灵修的短片，并且能够在灵修短片当中跟着牧者一起来灵修。愿你施恩来看顾，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重新得力，重新得着帮助。我们也为着儿童夏令营虽然不能够办理，但是主我们相信你仍要恩待我们当中的孩童跟年轻人，让他们能够在你里面蒙恩，使他们能够在你恩典的当中都能够蒙恩喜乐。主愿你施恩来看顾。我们也为春季班的这样的活动已经暂停，主愿你恩待制服学院，主让我们能够在疫情过后仍然能够顺利的进行。为我们的神学院的课程来线上祷告，让我们神学院的课程也能够顺利的进行无论是在开课的新约中览，或者是后面延伸班的课程，主愿你保守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平安。我们也为着红本门徒的课程来线上祷告，愿你施恩来帮助，让我们的学员能够重新有这样的机会，每一天都能够持守在主的面前来读上帝的话。我们也为着我们的读经计划来线上祷告，帮助我们在教会的读经计划能够更多的蒙恩，也能够在许多的事情上面，主我们能够以上帝的话做优先。愿你施恩来看顾，祝福我们，让我们今年教会能够增长，并且把200个人的聚会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凭着信心，我们不但要在质的上面成长，我们要在量的上面成长。愿你将得救的人加添给我们。谢谢主。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也为信友代祷意向来线上祷告我们为中南半岛的国家为着越南来祷告，求主怜悯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也是在疫情的困难的当中，求主来怜悯帮助。那我们在台湾也有很多的越南的这样的一个配偶外籍配偶，我们也为着他们来祷告。那我们也为着这些的劳工来祷告
为着我们在中区的教会，我们的台中卫道堂吴东泰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为我们的政府首长、行政官员来祷告，求主帮助，让他们有智慧聪明，能够做很好的政策计划来帮助我们的百姓蒙恩。我们也为儿童跟青少年来祷告，求主怜悯帮助，让他们在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也能够蒙恩。那我们更要为这些在第一线防疫的这些的军警人员还有医疗人员来祷告，愿主来祝福他们，让他们都能够大得平安，工作也顺利，他们的身体也健康。我们一起来为这些的事项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愿你施恩怜悯看顾我们在疫情当中有许多的人在第一线的工作，愿你施恩来看顾。主啊，我们为着这些在疫情当中仍然需要工作跟上班，在第一线要接触这些病患的医疗人员跟护理人员来向你线上祷告。愿你保守他们都十分的平安，让他们在工作上不受这些的瘟疫的影响。主啊，他们也能够来避掉并且能够有很顺利的工作。谢谢主，我们也为这些军警人员来向你线上祷告，因为他们的服事跟服务来帮助我们百姓能够更加的平安。愿你恩待他们，也工作上也蒙恩。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在疫情当中有许多的事项我们需要关心跟祷告的。主，我们为着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都能够在家里面受到好的知识教育跟品格教育来线上祷告。愿你给我们有智慧聪明，知道怎么样来教养这些的孩童，使他们到长大都不忘记。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行政首长跟政府官员来线上祷告，愿你施恩来怜悯，让我们的行政首长跟政府官员他们能够秉公行义，做正确的决定，并且能够有很好的智慧聪明，做规划跟计划来治理百姓跟使百姓蒙恩。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卫理公会的中教区的教会来线上祷告，为我们台中卫道堂吴东泰牧师还有他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来祷告。主啊，还有黄建章传道，主啊，愿你恩待他们，让他们的同工服事能够更加的合一，在教会里面奉献充足，并且能够得更多的得人，传道同工都身心健康。主，我们也为着中南半岛的国家，为着越南来祷告，愿你施恩来怜悯，让我们能够常常纪念这个国家的百姓，并且为他们来祷告。有许多的这样的一个移工跟这样的外籍的配偶在我们的当中，愿你恩待这个国家蒙恩，也让这个国家有机会基督的信仰能够在这个国家跟文化的里面来改变这个国家的许多的生活上面的问题，并且还有信仰上面的问题。愿你的帮助，也让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主，你要在亚洲的地区也要做奇妙的事。愿主你来帮助我们，谢谢主。弟兄姐妹，我们最后请大家来为这些的我们所关心的事项来祷告。那我们记在我们的代祷事项上，请大家自行来参阅。那我们结束祷告之后，请大家就继续的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的代祷事项，或者是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我们就继续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着我们在今天晚上